高雄有一个老师，伊带10几个学生要过车路的时，有一台计程车，那像是因为这个视线炸着，所以拢无打动转，安尼直直开过去。加在附近有车辆是赶紧来试喇叭，才无造成意外。即马交通局是表示讲，这个路口无设青红灯，所以会找相关的单位来讨论，看敢要加设青红灯来保护过路人的安全。 老师带10几个学生搭要过车路，不过煞有一台计程车驶真紧，哪像无看到这阵师生，佮继续驶过来，强要弄到啊！边仔车是赶紧试喇叭提醒，这计程车甲师生才赶紧动落来，差一点就出车祸。即使他在那里急刹，如果没有明按喇叭，就撞上去了。对，这边事故率也蛮高的啊。 计程车的视线那像雨已经动落来，乌车炸掉咧，才无看到过路人。代志发生伫是到暗头5点多，高雄南亚溪帝军路甲秀军路口，这边都是公园，附近是交通国小，阁有真侪补习班，常常有学生或者是居民要过车路。不过这路口无倒青红灯，不时就会发生这款危险的状况。当然是危险啦！我们自己都有小孩，我也怕被人家撞啊。这边有公园嘛，时常推孩子过来。 我们希望能够安全一点。路里有写1字板，提醒驾驶爱甲速度放慢。不过因为无倒青红灯，赛车的人同款是皮真凶，路口是真危险。已将该路段列为交通重点取缔稽查路段，也将对该路口交通工程改善进行会勘。临近学校还有公园，那所以行人交通量大，那交通局已经设置了相关的标志标线，来提醒用路人临近路口的时候做减速，以维护行人安全。面对民众的诉求，交通局表示，最近会邀请相关单位甲专家做伙来会勘，来检讨当地交通管制设施，研究看敢要倒一支青红灯。记者陈焕武、明昭权高雄报道。